各位同學早晨，咁咧大家知唔知幾時農曆新年啊？知唔知啊？就嚟放假啦，係咪啊？我哋啱啱過去嘅2月4日係24節氣嘅立春，而農曆新年自古以嚟咧都係同立春非常之近喎。今年嘅農曆新年就係喺2月17號，即係丙午馬年。丙係屬火，午係屬火，所以今年咧係充滿熱力、能量同埋無限衝勁嘅火馬年。講到馬咧，我哋就會講到龍馬精神啦，馬到功成。但係今日想同大家講，駿馬嘅遠程奔騰，從來都唔係靠一時嘅衝動，而係靠日復日嘅訓練。新嘅一年，希望同學們咧會記住學識駿馬咁有3種品質。第一，要勤奮，讀書咧就好似啲馬咁樣去練跑，每日堅持累積咁知識，先至可以越跑越快，越做越好。第二咧就係要堅毅，遇到難題嘅時候唔好怕困難，唔好退縮。駿馬跳過所有嘅障礙物嘅時候，從來都唔會猶豫退縮嘅。你亦都要勇敢咁樣面對學習嘅挑戰，要不屈不撓嘅精神。第三就係要團結啦，同學之間要互相幫助，先至可以咧共同咁進步。新嘅一年，希望大家好似馬咁一樣有衝勁，衝向屬於你哋嘅夢想。最後預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。多謝大家。